富士康呢個電子代工嘅巨頭嚟嘅，依家喺電動汽車領域又有好大嘅動作啦。富士康電動汽車嘅首席戰略官 Junseki 喺東京一場研討會之前接受訪嗰陣，透露咗一個好震撼嘅消息。富士康希望同日本嘅汽車製造商合作，特別係同日產喺電動汽車方面展開合作。喺 Junseki 睇嚟，同日本嘅汽車製造商，特別係同日產嘅兼容性，將會成為富士康嘅一大優勢嚟嘅。而且Seki 仲話，富士康加入本田日產同埋三菱汽車嘅潛在更廣泛嘅合作，呢個係一個好唔錯嘅想法嚟嘅。並且富士康而家正喺同三菱落實一項供應電動汽車嘅協議。之前就有消息傳出話，日產嘅合作夥伴三菱計劃將大洋洲市場嘅電動汽車生產外包俾富士康。依家睇嚟，呢件事有機會搞掂嘅。講到日產呢，真係有啲慘。2月下旬嗰陣，日產同本田終止咗合談判。本嚟呢件事如果搞掂嘅話，肯定會成為全球最大嘅汽車製造商之一嘅。呢次交易失敗對日產嘅打擊尤其大。自從2018年開始，日產就一直狀況頻出，銷售疲軟，產能過剩，車型過時唔受歡迎，而且領導層仲頻繁更換。去年年底，日產上半年嘅淨利潤下降咗94%，冇辦法之下宣裁員9000人，產能降低20%。喺呢個艱難嘅時刻，富士康出咗合作嘅橄欖枝。富士康之前就表示考慮入股日產，不過主要都係為咗合作而去嘅。要知道富士康佢哋可是幫蘋果代工生產 iPhone 嘅，仲為英偉達生產人工智能服務器，實力超強嘅。今次瞄準日本嘅電動汽車市場，都係睇啱咗機會。日本嘅傳統車企喺電動化轉型方面壓力好大，富士康就啱啱好憑住自身嘅優勢切入。如果同日產嘅合作搞掂咗，再加上同三菱嘅協議，咁富士康喺電動汽車領域就可以站穩腳跟啦。